严烈，你想要什么就直说。很简单，只要你和你师兄弟退出于都，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这样我才能更好地保护你外公、小环姑娘，还有全城的百姓。最后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非要拼个鱼死网破，于你于我又有什么好处？呦！怎么，你们也被赶出来了？这下起火了，走吧。少主和鬼先生在义庄等着呢，走。且慢，事到如今，还不通知掌门吗？不行，无论如何，不能朝师门搬救兵。眼下事态还未升级到门派大战，一旦惊动青云门，我爹、师叔他们便会前来相助。那焚香谷、天音阁势必也会参战，到时鬼王宗、万毒门等魔教派系皆会来到于都，正魔两道再次大战，势必会令于都生灵涂炭。青云派我们来，正是为了阻止这场浩劫，而非引起争斗。是师姐，叔叔说的对，现在的事情不宜再扩大，我们先去义庄，然后再见机行事。哎，千万别碰我孙女啊！不可无礼。严护卫，魏老城主年事已高，最近又得了胃病，身体虚弱，恐有复发。我们特意送来了治胃病的灵药，胃泰灵，给魏城主。承蒙周老先生关怀，这药还是我送过去吧。要是别人送，我是坚决不放。严护卫送，放心。行，待会我亲自送过去。青云弟子勾结鬼王宗，已被城主放逐。不知周老先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们有很多地方邀请我们爷孙俩去，都很热情。魏老城主也很热情，极力挽留，我们也不能驳了老城主的面子。再加上严护卫又非要护卫我们爷孙俩，我们就在于都城待2天啊。有我在，就安心在于都城待着吧。好。听闻周老弹指天机，洞察命数，可曾算到于都城会有今日啊？我还真算到了于都城有今日，我还算到了今日在此会和严护卫会面，怎么样？缘分。放眼世间，事在人为则已。
看来周老的推算挺准的。也不行啊。这段日子，还请周老继续在城中待着，说不定来日严某还有事请教。好说。严烈手中握着全城百姓的性命，先生可有办法解掉死蛊？毒神用于制蛊的那个鼎炉，应该就是3年前天音阁失窃的燕霞金光炉。可是这颜色怎么会变成绿色？原来。地宫内藏本教珍宝无数，但是机关重重，难以进入。那地宫现在在哪？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怎么还会在这里呀？严烈足足挖了5年都没有挖到呢。挖了5年，难道万夫古窟在于都城中？行了，我也不瞒你们了。小凡，你还记得咱们在空桑山藏身的那个山洞吗？当然。毒神逃逸后，我让野狗去探查过，那个山洞里面有条密道，密道通往城内。难怪严烈可以将万毒门的弟子带入城内。看目前的情况，也不会更加被动了。在你们来之前，我跟碧瑶已经商量了一个声东击西之计，不妨试试。金姑娘，我已与碧瑶谈妥，我们合欢派愿意协助鬼王宗，共同对敌。鬼先生，于都的情况十分危急，敢问先生的声东击西之计是？明儿一早，我和碧瑶还有金瓶儿会炸攻于都城，吸引万毒门的主力，而你们则要从空桑山的密道潜入城中。记住，先救老城主。想不到碧瑶和金瓶儿联手，鬼王宗这一招后发制人，确实厉害。他们来到于都之时，严烈已成气候，于是按兵不动。只要我们把严烈解决，鬼王宗在于都就没有帮手了，到时候就容易多了。走一步算一步吧。目前我们还是先解决眼前的危机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要是真成敌对，我是绝不会手软的。我担心的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跟碧瑶动手。打不打得过人家还不知道呢。善。怎么回事？为何法宝会有异动？那天鬼先生找你谈了什么交换条件？是否要拿老城主的命做要挟？没有，他只跟我说外公中了这个蛊，可能活不长了，让我一定要接任城主之位，以免被严烈夺了去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背叛青云的。
我是怕你关心则乱，受了蛊惑。不会的，他还告诉我，从于都到空桑山的底下，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只有历代城主知道，代代相传。天书是不是就在万福古窟？在哪一层？只有接任城主之人才能得知这个秘密，你无权知晓。魏老，你时日无多，何必将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呢？你究竟是谁？蛰伏于都5年，韬光养晦。今日看在你将死的份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的名字叫做秦无言。你叔叔的，你是哪来人呐？别叫了，现在城主府里都是我的人。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枉我把你当成了忠义之辈了。我是独公子，自然要效忠于万都。师父早就料到你难以配合，是以5年前便让我隐姓埋名，潜伏在你身边。我的外尊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确实险些被他们破坏了计划，连师父也开始忌惮青云门跟焚香谷的介入。不过，在我的我已知万福古窟就在于都的地下，多年经营，甚至挖到了结界。只可惜，入口实在是太多了，且不知哪一条是通往地宫内的滴血路。你只要告诉我，来人呐！真正的入口在何处？告诉我，说。在中心，在于都的中心，碧波亭，是不是在碧波亭？不好了，公子，何患？姐妹们出城，都跟我走，快走！不对，有什么力量在影响法宝？难道洞里有古怪？怎么了？啊？这……小心，我走！
该就是秦无言。之前听青龙大哥提起过，他天资过人，心高气傲，没想到居然在这于都城蛰伏5载，差点连咱们也骗过。走！都神御下极其残酷，万古孽体之性。秦无言羽翼未丰，怎敢违背？后发制人，该我出手。不急，有张小凡为我们打头阵，有他在，必定可以找到滴血洞。滴血洞，那不是黑心老人的根基之地吗？为什么张小凡能找到？此次机缘造化皆是不凡，现在只等秦无言一败，我们就可以安心寻找天书的下落。小凡不会有事吧？小凡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里面的空间似乎很大。这儿是什么地方？哦，根据罗盘所示，我们已在于都城主府下。我用神剑御雷真诀将这里封住了，免得再让万毒门的弟子进入。我们赶快找出口吧。按计划，分头行事。好。这药能行吗？鬼先生给的，说是只能暂缓蛊毒，另外供昏睡。至于解药的话，只能等抓住严烈，让他交出来了。严烈，严烈那小子极其狡诈，他能给你解药？那就看小环的了。秦无言，计谋埋得不错嘛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先回锦绣房，等小凡来了，我给民众驱除蛊毒。那拜托了。义不容辞。走。严烈，你给魏爷爷吃了什么？
棋差一步，满盘皆输。谁说我输了？输的是你。这岩峡金光炉之内的九阳天火，原本是上古之时熔炼丹药的无上之宝，只是现如今被毒神的九幽之力欲炼成了阴火，需以你青云秘术上清辟邪剑法净化金炉，使其恢复灵气。开始吧。那血骨为此金炉所收，必可为此金炉所破。只是必须要辅以你张小凡的吸纳之力。他怎么知道我的法宝有吸食灵力的能力呢？张小凡，到你了。阿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先去城主府帮忙。走。给我解药！古母。我问你，李寻现在在哪儿？我不会说他。好，若你不怕这雷击酷刑，倒也无妨。但我只会让你反反复复，来来去去。别这样！我输了。我带你们去。李寻，回来！
秦无言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我是不是又做错事情了？你个笨狗，还不快追！是。别追了，陆师姐在下面下了禁制，他逃不掉的。能有用吗？九幽烈火，刺我阴眼，焚我身躯，夺我魂魄。10年情丝，100年度，不斩相思，不忍故。既然无路可走，那么给同归于尽吧！他在下面做了什么？不好，他一定是将万夫古窟的封印打开了。都怪我呀，都怪我！外公，这件事情不能怪您。万毒门5年之前就在鱼都布局了，我们也不曾发现。事已至此，自责无益。老城主，秦无言已经逃到地下，城下到底是什么？我也就不再瞒着你们了。起初没能告诉你们内情啊，主要是因为古窟里牵扯的事情太多，先人遗训，除非必要，绝对不能让外人得知啊。于都自古以来便四通八达，是天下必争之地。在800多年前呢，魔教的炼血堂有一位教主叫黑心老人，他看中了于都的灵气充沛呀，他就想在这里建立一座秘密的地宫，奴役百姓。传说黑心老人在地宫建成以后，便因教中内斗，就与金陵夫人一同殉情，宫内就留下了无数的邪秽之物，更有凶恶的法宝。为了不让后人再次开启，于都城的百姓就彻底地封闭了地宫入口，推举城主，并永远地保守这个秘密。岁月久远，昔日的恩怨已不可究。没想到如今的地宫被秦无言打开，如果让他钻进地宫，想必人间必将再次陷入腥风血雨之中。不行，我得去召集城中卫队。哎，外公，这件事情不能您去，我是您的外孙，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秦无言抓回来。还有，算上我。师门叮嘱我们调查万福古窟，如今地宫出现，我们青云门责无旁贷。魔教其心可诛，秦无言
毒害无辜百姓，自当为城主诛杀此妖人。啊，还有完没完了？一口一个魔教的，想打架呀？你们魔教害我外公害的还不够吗？只怕是想进去夺宝吧？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要真想害你外公，先生还在这儿给他治病。魔教之人断不可进去。地宫封闭数百年，又是黑心老人所建，其内想必凶险异常。必要为我鬼王宗人，知道如何破解其中机关的办法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们若想全身而退，不伤及性命，怕是绕不过这道关卡。先生说的是，当务之急应该阻止秦无言，避免万福古窟再现时，引起更大的灾难。接下来就全靠大家了，谢谢你们。说什么客气话？表哥，外公和于都就交给你了。哦，大家小心。喂，来啊！我先下去。走吧。陆师姐不会突然动手把碧瑶给捅了吧？师姐知道其中。可别像避火天冰湖和空桑山那样再拖我后腿啊！什么味儿啊？叔叔必好，
你们还记得城外那个伏妖吗？是吸血蝙蝠，万福古窟，所以因此得名。若里头俱是这些吸血怪物，定不能让他们出去，危害鱼都百姓。不错，我们得暂时封印住通道，待退出时再打开。小时候我在草苗村见过很多蝙蝠，它们都是睁眼瞎，只要我们不发出很大的声响，不至于惊动它们。我来带路。
家。